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权阿 Q 妹。大家就伫吼，人爱说呀五谷插料，不过像阿 Q 妹安样姜皮嘅小妹，就会想讲，爱说呀，按到天分爱要皮呀。不过前一步嘅吼，有好几年呢，有一项新嘅东西，按到藜麦，佢做得好，本身体提供更多谷物嘅营养，不过又唔会按皮哦。故所今日阿 Q 妹要来同大家来说嘅藜麦呀种东西。韩国啲台湾就有七家嘅品种，按到台湾红梨、台湾凤梨。韩国一般来讲啊，呀台湾凤梨喺啲屏东啊、台东一带，也就年出名家就种嘅东西。唔过今日爱同大家来说嘅係种到桃園嘅哦，係種到北台灣嘅哦。實際嘅家來分享今日節目地度邀請到嘅來賓來分享啲桃園種鳳梨嘅青年農民，分享吳正陽、吳太哥分享。大家好，我係桃園青農種鳳梨的吳正陽，很高興今天來到這裡。好，歡迎吳太哥來到節目當中哦。聽講你咩行業？不過聽說你很喜歡聽客家話。沒錯。所以很常收看客家電視，對不對？對。忠實觀眾。會轉過去看一下，這樣子。哦，故說因為同好談客家話，今日就來上客家電視台嘅節目，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你種的紅梨。不過其實啊，紅梨有另外一類名誒，它就叫做彩虹梨，對不對？為什麼它會叫做彩虹梨呀？基本上我們台灣原生種的紅梨它的顏色就是很繽紛，對。那我們通算呢顏色大概會高達18種以上。18種？對，會高達18種。那它辨識度很高啦。我們在市面上一般看的時候，只要是顏色很鮮豔的，就是台灣原生種。對，真的很漂亮。因為今日沒有帶來現場，而且我一看到哎，乍看之下，眼看都是滿天星。對，好漂亮哦。所以其實像這樣，我肉眼看到的可能就會有。桃紅色、紫色、粉紅色，很浪漫的粉紅色。那大概會有哪一些繽紛的顏色？18種，可以請吳大哥跟大家介紹一下。比如說大紅袍的紅，或者是那個紫羅蘭的紫，對，它的那個顏色跳動其實落差蠻大的。也有一種是 Hello Kitty 的那種粉紅，就是我們有種過一期是整片都是 Hello Kitty 的粉紅。哇！對，那基本上它在田裡生長。顏色就是會吸引人來拍攝的，這個很漂亮哎，對，超浪漫的，應該日設一個網美景點，網美拍照打卡景點，每一年都會有人跑來拍照。哦，真的很美。不過像暗用跟鳳梨啊這樣子的紅梨，它這麼多顏色，難道是不一樣的品種才有這麼多顏色嗎？其實都是同一種品種。哦，我們台灣梨的特色。其實2008年被證明以來，就稱為台灣梨。所以過去其實大家是誤會它的名字的。對，我們一般人都會稱為藜麥、紅藜麥。其實藜麥來講，就是國外的統稱叫藜麥。我們台灣梨被證明之後，現在簡短的說明，就是為了要市場辨識度高一點，我們就直接稱它為台灣梨。台灣梨，對，因為其實藜麥應該來講，就是在生物學分類來講，界門綱目科屬種，它是屬。對不對？藜麥屬，但是如果是台灣梨的話，它就已經細分到品種的部分。沒錯。對，故時已經證明了，給很多台灣梨、台灣紅梨，我們也同大家來分享。剛剛有講到，其實過去我們一般的店面上你看到嘅、買到嘅、它太粒嘅，看起來跟藜麥很像的那個叫做南美的藜麥。藜麥。對，那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南美藜麥、台灣藜麥，它的差別在哪裡嗎？南美的藜麥，它的顆粒都比較大。我們去市場上辨識度看到都是有3種顏色。哦。紅、黑、白。槍3種聽聽，只有3種。3種，紅、黑、白就是3種。那它的特徵就是比較大顆，有時候可能會比小米還大顆。對，它的直徑可能有2毫米、3毫米這麼大顆。對啊，大顆的話就是比較方便我們民眾去料理的。啊，台灣梨的話，它的顏色繽紛，
然后再来就是它小颗，缺点就是小颗，它可能1厘米都不到，1毫米，直径1毫米都不到。是，对。所以这在料理方面，其实也会造成民众的一些困难。到底是造成什么困扰？其实阿 Q 们爱气感美食读都暗用给困扰，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不过其实像这样子，南美藜麦跟台湾藜麦，除了外观上的区分以外，颜色的区分以外，其实它的价格也不太一样。对，因为是进口的关系啊。我们原本南美洲他们吃的话，以藜麦是为主食，是为主食。对，那他们吃的这个历史已经很悠久，他们种植面积是大面积在种植，它也是都有机器在耕作。但台湾梨不一样，台湾梨的话小颗，从头到尾目前为止还是没有机器可以取代，所以相对价格比起来就会有一点点落差。因为我们就是很劳力密集型这样子方式来种植。不过其实，在营养价值上面呢，南美藜麦跟台湾藜麦改个引用有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台湾梨被证明之后呢，也研究它的营养价值，确实是比国外的营养价值高4到5倍。而且它还含有磷脂的成分，硒跟锗。对，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作物，应该是在台湾被好好推广才对。对，因为台湾其实原住民他们生活的地方一直都有红藜这样子的作物，但是这几年研究发现，其实它是一个非常营养的谷物，不说就董家本也拿来吃啦，拿来推广。不过我很好奇哦，像一般种东西的时间会很在乎。假设我想要种出一种颜色，我不想种出红色、黄色这么多种，我要怎么种才可以选择单一一种颜色？我们在北部种植的时间已经长达5年了。那我们从一开始取种的时候是从仁爱乡的朋友那边取种下来。那我们的种呢，就每一期就要是种5年，就要纯化它。我们纯化它。对。那你种一次，你就必须把它优良的种再留到下一代，再继续种。对，那它的颜色就会从60%提升到80%。我种红色的，越来越精准。对，然后80%会提升到90%，等到第5年的时候，几乎提升到95%。它就不会再长其他颜色出来。但是像这样子的纯化，就有一类动物一样没事情，也不是危险啦，就是有一点小风险，可能会有一些小意外。比如说，像阿布卡有种水果玉米，也有种糯玉米，一不小心混起来，那就是一包玉米可能有水果玉米，也有糯玉米，所以藜麦也是。也会，因为它这个是它是会自我授粉哦，蜜蜂也会来，对，蜜蜂也会来的时候，它有时候交错到的时候，多多少少也会。对哦，好有趣哦！古时候我种出呀东江色单一颜色的台湾梨，其实没某按过，没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哦。不过其实，太狗你是用自然农法来种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种植的方法。我们在北部种植的话，我们是目前是进入有机转型期。那我们自然农法种植的方式就是不能完全禁止施药。所以我们在中间的过程呢，第一个稍微介绍一下我妈啦，我妈是慈济的，她自己呢有一个小菜园，她也会去跟慈济学所谓的酵素，对，凤梨皮酵素或者是柳丁皮酵素，天然的。她这是为了我这一片田呢，她帮我做了好几桶的酵素，我就一次去喷洒它，那当然会有病虫害的问题，那你说酵素它的效果能够到达跟农药比的话是不太可能，不太可能，顶多我们是做到驱赶。做到驱赶它。古时候其實像用天然嘅酵素，咪係有辦法鋪分來防止蟲嘅也得，但是應該用天然的酵素還不夠，還有其他嘅方式可以用來防蟲子的方法。對，我們會在田邊擦防止葉稻蟲的費洛蒙，就是生物防治法。所以費洛蒙就是那個嘛，一扎根呢，然後噴黃黃的那個，是那個東西嗎？不是，那個是粘紙板。哦，是另外一種。另外一種就是它在塑膠罐裡面插它的費洛蒙，然後引弓的那個葉稻蟲進去，對，它就會防止它們在田裡面繁衍。哦，那當然這樣還不夠啦，因為今年北部是算暖冬，所以在初期苗種下去的時候，葉稻蟲很多，非常的多。那你下午3點過去巡田哦，大概都看得到會被剪掉。
哈，对，所以这么可怕。对，一个人抓不够，就请孩子来帮忙抓，这样会比较快。太嘎，傍晚的时候全部落到田地路去做虫嘞，当运动就对了。啊，对。古时候按用嘅唔但像天然酵素，还要用人工，还用呀费洛蒙嘅方式来防呀虫害。唔过爱种有机啊，爱种呀自然农法，唔但像呀虫害嘅部分爱控制，其实肥料也是要管理的。是，对，每一个做农都知道，肥料管理是很重要的。那台湾梨这个部分它比较特别，它一开始给足肥料的话，哈。后期它就长得不错哦。那我们每一期去种植的时候，都会做一期试验区，会做追肥与不追肥，然后每一期都会做，对，会观察它的生长过程。到后来也跟农改场的林老师讨论过，我们做过很多实验，其实这个特种作物后期追肥是比较没有什么效果。哇，动体片嘅作物，古时候原来中亚凤梨皮料含有动态嘅荷尔蒙，等下我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進來哦。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仲一群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紹介台灣嘅鳳梨，非常嘅營養，韓國當特別嘅係啲桃園種出來嘅台灣鳳梨哦。剛才有講到吼，唔單止用自然嘅農法，韓國啊也皮料啊，韓國也農藥嘅部分全部都有注意到。所以吳大哥，你是用什麼樣的肥料來照顧這個紅梨？聽說很特別哦。是，我們除了用有機肥料，氮肥佔30%的之外，哈，接下來我認識到台中一位林大哥，他自己在台中也有種稻米，那他上一年也拿到大甲的稻米冠軍。哇！那他自己有研發一批是屬於科金的，科金的那個酵素。蚵仔煎的那個殼，那個殼殼酵素，蚵嘅殼啦。對，也是因緣機會認識他，那他有寄了幾瓶給我去使用。那因為我們台灣紅梨，它後期需要的是鉀肥，鉀肥對他來講蠻重要的。那你要施用鉀肥的話，要麼就是市面上的化學鉀。化學鉀，但是我們是種有機的話，我們都通通不用這個。那如果你是用稻殼的話，殼的那個碳化之後的量又不夠，所以我們就試用這個殼的這個酵素來試。那有試過3期的，其實效果都還不錯。我也可以提供給有興趣想要種植的農友可以參考看看。好棒哦！古時候黑鋼是講亞布卡嘅農作物是需要鉀肥這樣子的元素的話，其實都得試試看這樣子的科金的酵素。是哦，很特別。古時候用按用嘅方式來種出來嘅台灣紅梨，不過佢還有一個問題哦，就係要種笨蛋，係是不是在桃園嘛？它當然不是桃園當地的東西，它可以從其他蔬菜、其他地方引進來的，是從哪個地方引進來的？我們在初期種的時候有認識在仁愛鄉的原住民朋友，那他們在山上種其實很辛苦。對，我們把它拿種下來種了之後呢，一直有跟他們在聯絡，因為他們要種植，他們在山上也有種了小米跟紅梨，可是他們種植方式很辛苦的方式，就是中根基它必須要拆成一半。做流籠才能夠過得去，可是我們有找他們來平地種，希望他們不要種得那麼辛苦。因為在山裡面，所以是交通很不方便，對，交通非常不方便。如果下雨什麼的話，根本就沒辦法下山。可是他們很愛他們的祖先留下來的土地，所以我們也尊重他們。只要他們身上需要幫忙的時候，比如說他們有種需要脫殼啊，對，他都會摘下來找我們。哇，我們還是有在保持聯絡。對，我們能夠幫助他就幫助他，但是基本上這個種是從他那邊拿下來的，我們就繼續在這裡一直繁衍下去。對，不過從山上移到平地，它會種在山後，一定有幾個土地啊，因為基本上就是它山當嘅按用嘅環境，你把它拿來平地之後，有沒有什麼樣氣候上的不同、環境上的不同？有，第一期的時候我們在種植的面積，第一個太大了，那第二個呢，它不適應這邊北部潮濕的天氣，其實它的高度大部分都只有在膝蓋高而已。
那别人看都觉得很漂亮，可是我们看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是在，因为它正常的高度可能要长到跟人差不多高吧，大概跟人高是最理想的，160、170左右是最理想的。对，那一开始初期来的时候不适应，哇，那因为我们面积种太大，其实那时候农损也过多了，因为北部的话，到梅雨季或者是台风的时候都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第一期的时候都种得蛮惨的。啊，等到第二期慢慢去吸收一些农业知识，慢慢去把它做种的纯化之后呢，才慢慢改善过来。那当然那个育苗的部分哈，也是个问题呀。所以连苗也是自己来育的。初期给育苗的时候都成本太大了哦，因为人家育苗是要赚钱嘛。对。可是我们种植面积大，育的苗量就多，量多成本就高，然后种也是都人工，收也都是人工，所以我们在北部这边做这个，其实初期是很辛苦。但是这个苗自己育，太敢看到那个台湾红，你自己一滴滴丢丢，你要不要听听呢？这么小。一般在自然的原住民他们在户外他们是怎么样的育苗？那你自己是这样子用那个一个一个的洞穴苗盘？对，你是用那个穴苗盘一个一个种的哦。对，我们那个原住民朋友他们人乐天哦，而且他们环境会比我们北部的还好哦。撒播的话是蛮适合的，撒播就可以，撒播就可以。那在北部这边哈，种的田就是属于是水稻田哦，所以呢，我们在种植的时候。为了要省成本，自己先做育苗。3年前我们就自己育了啦。那种子很小颗嘛，那育就有自己的方式，就是讲难听就是很笨，就是一个洞放1个或2个。哇！所以它一次育苗下来可能要抓1个礼拜才有办法育出你要的批数啊。哇，好累哦！郭寿真给我已经手才种，连这个育苗是从年代第3号按的爷爷就好哎，然后你还要一个一个按用塞，这么辛苦，还不止这样子。刚刚讲了，其实排水跟排水的条件完全不一样，因为山上它自然会有一个坡度嘛，水就会很好下来。是。那在平地遇到的困难是？平地遇到困难也是一样，因为我们种的是水稻田，那水稻田它里面的含水量就很高的，我们在初期的时候是请挖土机挖壕沟，所谓的壕沟就是比原本的排水沟更大，可是后来发现这样的方式对我们在开沟作业的时候也是个问题，因为我们土地整完之后开完旁边的排水沟，然后车子要下去开洗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就出来，因为中耕机没有办法做上下的动作，所以后来还是决定哈，等到开完之后呢，才用人工方式去开沟。那当然人工开沟会更辛苦啊，好辛苦哦。古手对啊，3天温都平天来讲，枪黑按用跟环境条件就差那么多了。那温度气候的条件呢，在山上我觉得应该温差会比较大一点。山上温差比较大一点。我们仁爱乡的朋友有种过一起下来，他们山上温度排水 OK，那温度比较低的时候，他们种植下来的红梨会比较稍微大颗一点。哦，会比较大颗。会比较大颗一点。那在平地种的话哈，因为气候都比较稳定，但是水过多的话哈，它也会影响它生长的高度跟产量。古时候全部就要用经验换来嘅，我哋5年的经验，总算也下有下稳定嘅产量。还个阿 Q boy 没做得来试一下，因为刚刚讲了太多辛苦的过程，所以现在决定要来品尝一下好吃的红梨饭。大家做的看一下亚色，很漂亮哎，看了心情都很好。是的，对，看起来很疗愈的颜色。品尝看看，我们是希望说利用它原本的特质啊，当然是内在是在营养部分是很好，高营养、高铁、高钙、高蛋白质，甚至于它的钾也是很高的。那我希望是说，借由这个方式呢，能够让家长呢，现在小孩子其实比较偏食，那也不需要让他吃多。
饭的颜色很缤纷漂亮，可以吸引小孩子对来吃。不管是像这个带便当带偏短的时节啦，你加一些的按用给红梨饭，其实它的比例没有很多。不过说起来，它其实有的你加太多的味道很重，但是其实这样一点点，它会有一点点淡淡的香气，是香香的。不过你又不会吃到很可怕的味道。加多不好啊，因为我曾经吃过纯的南美藜麦，没有混的，我实在是有一点没有办法接受。虽然哎东西会干皮，但是呢，我没有办法吃纯的。但是混一混，其实那个口感是 OK 的。是，对，这个其实营养价值高哈，我们建议我们食用的时候都适量就可以了。适量就可以。适量就可以。对，不要太多。不过除题基本上有示范赤甲煮饭银哦，还有带这个饭团寿司，对不对？因为其实寿司是一个很简单、很方便的料理。黑布卡给妈妈啊，可能本身也呢做早餐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做。对。所以特别也拿来用做寿司的方式，阿 Q 也吃吃看呐。主持人品尝看看。哪知道黑洞不小心咬到，不是不小心咬到了，刚好咬到那个红梨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像是鱼软虾软，那种啵啵啵的感觉。对，它如果是我们的这个饭今天没有吃完，隔天再去拿来炒的话，这个口感会更明显。对，而且我想，它如果有藜麦在中间，你刚是讲是黑炒饭的话，你本来炒饭就是需要散的嘛，藜麦也可以撑开那个饭的空间，对不对？可以。哇，骨头安永就可以炒出那个粒粒分明的炒饭，对，非常好吃。不过，刚他送一段阿 Q 猫有同泰嘎来分享的煮藜麦饭的时候，有一点小灾难出现，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因为一般就爱洗米爱煮饭的时间，我就捞那个红梨呀、韩国拍米呀，全部落去下，然后就让你洗，爱到的时间，我就哇，你用看上那个福利全部就流退了，全部流掉哎。是。因为一般我们洗米就是手指头挡住那个米孔嘛，然后就把米就水就倒掉，也留几颗米没有多少啊。但是因为红梨很小颗，台湾梨太小颗了，全部都跟水流掉，我整个傻眼。到底应该要怎么做才好呢？所以有特别带一个工具，小工具，对，工欲善其事哈，必先利其器。那我们在初期推广台湾梨的时候，因为很多人不会料理，会造成这个推广上的困难。有被骂过吗？被骂过，被客诉了几次哈。他会打电话过来说你种那个实在是太小颗了，很难料理。所以我们每次现在要市集去推广的时候，都会备这个工具，对，然后让客人了解到说，我们其实在处理台湾梨的时候是可以很轻松的，单独洗一洗就好了。我们的比例就是1杯米对1/5的量，1/5我们就往这个网子里面倒，对，手都不用搓水冲一冲清洗过了，其实就可以跟米一起煮了。哇，对，老米用它煮，对，一起煮吗？一起煮，对。那第二个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是因为我们台湾梨的表面它是一层很自然的花青素，对，它是红色的，但是它电锅的温度太高的时候，它很自然它就会退掉。那我们为了要保持这样的颜色呢，现在有新的煮法也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一样是1杯米对1/5的量，但是我们用开水去冲洗它，等到米热开水，温开水其实也可以，所以只要可以喝的水。那等到米煮熟了之后呢，我们倒回去，在熟米上面用拌的，然后再回焖10分到15分钟，颜色就会很漂亮。所以其实它不用真的像米花一滴的时间，不用真的要花时间煮，对，它其实只要回焖，用剩下的那个热度去余温就可以把红梨焖熟。对，因为红梨它小颗，虽然不好料理，可是它很容易熟。原来是按呢，古时适合用按用嘅简单嘅方法吼，小技巧，大家就都得好来料理啊红梨，还个好来煮红梨哦。先休息一下，等下还会同大家来分享含卡到凤梨嘅知识咯。欢迎大家又
就真到福起来咧，我係仲一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紹介啲桃園種嘅台灣鳳梨哦。剛才有講到吼，原來啊，愛寫鳳梨嘅時節，愛用一個筆，按用標到底度，按用寫啊。其實呀，鳳梨就唔會流嘅，韓國嘅筆記得哦，那個網目要找細一點的，太粗那個紅梨還是會流掉。唔過吼，有我記得我頭擺啲嘅寫鳳梨嘅時節，我洗一洗，好像覺得它好像有點泡泡的感覺，所以我就想說，那個泡泡到底是什麼東西？紅梨它殼脫掉之後呢，它表面上的籽實跟殼中間的表面上就是會有一層植物性皂素。那以前植物性皂素初期在推廣的時候，在市面上有流傳，就是那個是叫做毒素啊。但是這個植物性皂素後來被研究是，其實每一個蔬菜裡面都會有植物性皂素，只是量多寡的問題。對。那紅梨本身它的植物性皂素，只要經過水溶之後，自然就會不見。那我們人就可以安心的去使用它。對，所以我們每次出來在宣導說，紅梨的量其實不需要吃太多，不用吃太多。那如果太多，那個味道是？太多的話，因為植物性皂素濃度高的話，就可能會造成我們的飯會有苦味。哦，會有一些的腐，故時候唔好太貪心，不要加太多，加一點點，適量就好，適當就可以。對，剛剛就講了，1杯米配1/5杯的紅梨，按用嘅量其實就做得嘞。不過剛剛吳大哥，你剛剛有提到那個脫殼跟沒有脫殼，那脫殼跟沒有脫殼差在哪裡啊？現在差別的話是差在料理方式不同。哦，我們現在很多烘焙的媽媽，他們會喜歡煮甜湯。對。那他買的這個帶殼的產品之後，他覺得浮在上面不好看，他們就會採用脫殼的。那當然，這兩個產品哈，其實最重要的是把中間的籽實吃到體內是比較重要的。所以其實你要做任何種料理去百搭也可以的。所以其實剛剛你講到了這個脫殼太好嘅呀鳳梨，其實係做得拿來煮湯，它就會沉在底下。因為假使講要煮那個什麼紅豆湯，可以煮紅豆湯吧？可以煮紅豆湯，綠豆湯都可以，綠豆湯也可以。到底喝起來的口感是什麼啊？它吃的話，因為它在湯裡面滾哈，它有一個問題點跑出來，就是它會發芽。煮飯也會啊，我知道，就是很像我第一擺煮那個南美藜麥的時候，我還以為是長蟲，因為它就是有一根那圓圓的，然後這樣插一條，那種插出來很奇怪，超奇怪的。是，以前為了這個事情也被電話客訴過，因為客人打電話說，你種的吳大哥，你種的東西長蟲了，所以請他拍照過來看才發現不是，是因為它活性很高，藜麥或紅梨其實活性都很高。遇到水跟溫度壓力之下，它就會發芽出來。其實這個時候吃是最營養的。對，所以請放心食用。所以就是煮湯的時候，都得拿來煮甜湯。對，那除了煮甜湯之外，藜麥還有哪一些的料理方式？其實我可以跟大家建議，因為現在藜麥的方式煮的方式已經越來越多種。對。那我建議最簡單的，也可以跟很多食物一起配合的，就是我們把適當的紅梨拿去用電鍋用蒸的。那你一個人或者是2個人一天要吃多少量？我們蒸好之後呢，你要配沙拉或者是配麵食類，你都可以去跟它做搭配。對，那不用說一定要加到飯裡面去，那就增加我們這個食用上的那個簡單度了。對，而且口感也會有一點變化。是，會很特別。古時候基本也含 TP 帶來一類很多藜麥吐司、紅梨吐司，而且它一樣很漂亮，這樣一點一點紅紅的。這個是我另外一個夥伴，因為我們一起原本是在種植紅梨的。對。那他出去轉做烘焙業這一塊呢，我們2個目前還是都有在合作。他們家公司產品出的麵包呢，其實品質是真的很好。不止麵包好吃，然後藜麥看起來色目當將，是很漂亮。這個拿在不管是自己做早餐，看起來心情也很好；拿去外面賣，應該也很受歡迎。真的很漂亮，非常嘅好食。多少 Andy 其實鳳梨有非常非常多的用途，唔單止做在打槍，打槍絲也係講煮飯，也係講拿來拌飯、拌麵、做麵包啊，也係講拿來煮湯，其實全部就做得。不過你可能冇想到呀，鳳梨還做得拿來做茶。不過這個茶不單只是紅梨本身做，它其實是鳳梨的草本茶。沒錯。什麼叫紅梨草本茶？紅梨其實從小到大哈，整株都可以食用。
那根据慈济大学他们报道，它整株呢，它都还有具有那个环酮素。哦，环酮素，它也是有具有美白的效果。那当然都多喝一点。对，那它红梨本身其实就是算多酚的一种植物。那多酚会使人家快乐。那我们当初在生产这红梨，在做加工的时候，会有剩下的枝梗叶，就是像这边这个嘛，这些茎呀的、光呀的，枝梗叶都会留下来。那一开始初期也不晓得，丢的丢，烧的烧。可是后来我们觉得这个也蛮浪费的，我们自己都会采收下来。我发现后来觉得这个味道还不错，所以我们现在今年来就慢慢去研发出来，因为收下来的其实都很干净。我们在处理红梨的过程，工具或网子都会弄得跟地上都会做差别，所以这很干净的东西，我觉得我们丢掉太可惜了。那我们拿来冲泡的时候呢，发现它有特别的味道。也吃到它有一点点像是强臭茶跟米头，不过又有一点点像是麦茶的味道。是哦，因为最近非常流行，有时候你知道咖啡因的，不管是茶饮呀，还有讲咖啡，色太多哎，就会觉得咖啡因有点太重。我们这没有咖啡因，对，完全没有咖啡因。过时候也是有一点废物利用的概念，而且又营养价值高。对，没有错。哦，所以按用嘅方式，每周得拿来做茶，非常嘅 TPA。不过啊，也没想到冷门啊。刚刚吴大哥有讲到说，我们或许也可以用天包给自己，可能每天蒸一定的量，那放着吃。那我想请问，像这样子煮好的藜麦，它大概可以保存多久？应该要怎么保存？煮好的藜麦，如果是要隔餐吃的话，我建议都还是先放冷藏。那如果说你要放到隔天的话，也是可以，但是我建议你一天吃多少量。就煮多少就好，因为它很容易熟，它快速的就可以去蒸煮完了，所以我们不需要一次把它煮太多出来。那如果是以这个产品干的话，还没拆封过哦，其实基本上1年以上也都不太会坏。那你放冰箱冷藏超过1年，其实也不会坏，因为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它是算干货。你刚刚是说常温？就是包装没有拆封的话，常温不用1年都也不会坏掉。对，那但是这是五谷杂粮哦，我建议无论是开或没开，家里有冰箱，我们还是放在冰箱保存会比较好一点。不用冰箱，它好就抽哎。虽然这个东西吼，含黑不用冰箱，因为你爱生嘛，要吃的东西，我们还是放冰箱好好来保存。不过因为对亚凤梨按用给车播阿 Q 莫斯，他有非常多的疑问。其实今天有带植株本人来到现场，同台搞了小给一哈，其实呀就有一点点像是我们常常吃的稻米，这就是某川嘛，就是稻穗的感觉。郭寿红梨就是从这个地方，没错，取出来的。看到的红色的部分，圆形一颗一颗的，就是它的子实。所以它，比如说它这一些一颗一颗的里面，是有很多颗藜麦吗？没错。哦，原来是这样。郭寿，像这上面有一点点颜色上的不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一株里面，它这个是属于后期的哈。那它前面的部分比较红的部分，它有黑头出现的话，就代表说它已经快成熟了。当然尾部跟着后面长的话，比它慢，它就会比较颜色比较淡一点。对，那不然一般我们在采收红梨的时候，现在这个阶段应该是整株都要变红色的。对，这个有一点被光照到，所以它会生长不太均匀。被光照到会生长不太均匀。对，因为它会第一个徒长。然后第二个会压抑它的那个生长，所以这个后期的这部分是旁边有一根电线杆在那里。原来是这样，压抑它，它刚好也是有这个机会可以剪过来看，所以你会发现它整株其实到尾端去的时候还是很白，对，颜色不太一样，所以它外在环境因素会影响到红梨生长非常多，一定会。那像这样子一串，大概采收下来能够有多少的红梨量？如果以这一串的话，我依目测来，大约80公克左右。80公克，鼓手可能有这样子小小晒干的晒干的80公克，大约所以小按的 CC 1 应该已经有了。有。所以像这样子种的话，1年来供，因为像我们稻米有分1年是2货啊3货，那像红梨，你1年大概可以收多少次？
我们以前刚开始种1年是种2期，可是后来发现因为加工太繁琐了，我们根本没有对外贩售的机会，所以就改为1年种1期。那平均种一甲地来讲，以中等的话，一甲地大概会有1吨的收获量。对，那如果好一点的话，可能会到1吨300公斤，也不一定，1.3吨也不一定。对，不过这样子的收获量其实是人力劳力密集之下的收获量，跟它本来在山上自然的空间的收获量应该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去采那个育苗的方式，是希望它能够全部都生长得很稳定，对，都一致化。那我们如果用撒播的方式的话，第一就要除草，对，那会造成人力上更多的负担，所以我们还是选择用育苗来种。对，懂贴片。其实福喜来的一直以来收集非常多，按用跟五谷产量，不管是米呀、还是什么五谷米啊，甚至什么荞麦啊、藜麦，其实按收集当多。古时候就会相关同台下人分享，其实台湾州在种出这么多珍贵的农作物，就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地理环境条件啊，不同的人力条件啊，都在种出当多非常优秀的农产品。大家会多多支持台湾跟农产哦。今天非常谢谢吴大哥来到节目当中分享，谢谢。谢谢。没什么，天司机条前观众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看下来做运动了。